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我唔知影，我感觉因两个人有暧昧关系，暧昧关系。这款话你也讲会出嘴？伊是咱的阿母呢，伊是死你的老母呢。这款话若伊听到，伊的心肝会偌艰苦？艰苦？伊的心肝会艰苦？咁我阿爸的心肝就袂艰苦是？我不准你安尼讲阿母。伊爱读册，读到大学毕业的。咱厝的即摆遮尔啊艰苦着。伊还阁替人提衫来斗趁钱，伊遮尔辛苦着，你搁安尼讲伊？阿元姐啊咧，自咱兜开始，逐项代志都咧甲咱斗相共，伊是咱兜大温情人呢。阿爸咧，你敢唔知影？自细汉开始，伊就无一天无甲阿母冤家啦。咱厝的即摆变到即落样，嘛是伊一手造成的啦。无唔对，伊是咱的阿爸，都是因为我叫伊一声阿爸。我敢唔敢责备伊？俺姑咱袂使无去感谢这去帮助咱的人啊！好，我准你不上阿爸。我安尼讲是有啥唔对？阿爸坐伫遐袂你袂当啊！逐项代志都爱母来甲伺候，阿母敢欠伊的哦？阿母敢要替伊手腕，我手规世人，对不对？你老鬼，讲过你甲阿爸回心嘞！我啥都无讲唔对，我啥来回心嘞？我叫你过去，你无条你心，你讲过，讲过嘞！过来，我啥来过嘞？我啥来回心嘞？过来，我来过，我就是来过。我就是来回心嘞！你是你阿爸，你是你阿爸，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小王在外面说话了，志玲啊，你才不对啊！志玲啊，你较大汉，你嘛较冷静一下。志忠啊，你是为什么代志在冤家啊？志玲，啊你老母咧？啊？头家娘啊，你讲咧烦恼志玲哦？烦恼有啥物路用啦？伊若要安尼想吼，我嘛无法度啦。亏得哦，伊嘛毋是我亲生的啦。总有一天哦，伊是会离开我，我嘛毋敢毋望伊啥物啊。啊，毋过你嘛甲请用20多年啊。莫阁讲啊啦，加讲哦，加怨叹啊。代志堪真正亲像阿母所讲的安尼，美观阿姨一定知影这个代志，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。阿爸，是的啦，我不应该甲志玲相闹，你莫替阮烦恼。阿爸，咱小外口行行来无？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我早几年衫来害你替换啦。好啦，淑珍，阿姨，你哪会来啊？是你。原来伊就是黄在元哦，无怪阿虎会甲伊起冲突。淑珍，会记得在20年前，我伫咧后山看到你甲阿元，恁两个人安尼鬼鬼祟祟。还阁有一天，我看到伊甲你伫房间内，伊甲你威胁，伊讲伊要甲建昌讲出志忠甲志玲的身世。我伫咧门口听到，也毋过这个秘密，我一直藏在心肝内，我一直拢毋敢甲文英甲阿虎阿讲。我是因为要保护你，因为我感觉你也真可怜，你为着等甲辛辛苦苦遐侪年，
我是想要维护你踮建昌心目中的地位。阿姨，我知影你真为我嘛真感激你啊。也毋过在18年前，阿福啊为着这个阿元，差一点仔就白白断送一条性命。今仔日又搁为着这个阿元，去用规点的家奴内面，互我感觉讲我安尼是维护你，结果煞来害着我更加后死。你讲我安尼是做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兄弟，伊敢真是阿福杀的？我真唔敢相信讲阿福啊，伊会杀人。也毋过，这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啊。你敢真是亲目睭看到？是安怎阿福会伫警察局讲是阿元你家己杀伊家己的？兄弟，我今日来这，只是想讲要问话清楚。我无想要知影你甲阿元是啥物关系，我嘛无想要知影讲你甲阿元到底是有啥物企图。我只是求你，求你看在我替你保守秘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搁再好好想看卖咧。阿元敢真是阿福杀的？你好好想，莫我的后事白白受冤枉，白白坐监狱。要写下。你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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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要来找你拿去。我来姨妈别等去啦！你滚！你滚！我真是有足重要的代志，爱甲问好清楚。有一寡代志你问清楚，你会加痛苦的。莫问啊，坐等去啦！你滚！莫问啊，坐啦！你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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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开门啦！你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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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伊是你冤仇啦，你莫激动，我嘛有代志要甲讲，你等下等我。阿姨，我拄才有去恁兜，闭关同款嘛是拢无爱插我。我知这一定是你的意思。我唔知影，你是安怎会这样啊讨厌我嘛唔知我到底是啥物所在得失着你。请你我一个答案。阮阿母有甲我讲，阮阿爸今仔日坐伫遐，
这拢是你害。阮厝今仔日变甲这尔凄惨，嘛拢是你手造成的。阮厝甲你到底有啥物冤仇？请了我一个答案好无？恁阿母甲你讲，恁阿爸坐伫遐，拢是我害。恁阿母甲你讲，恁规家伙也会变成安尼，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无毋对，我怨恨恁阿母，我嘛怨恨恁阿爸。我怨恨恁陈家所有的人，我是一个歹人，我就是要拆散你甲美娟，你听有清楚无？你想怎要安尼做？你想怎要安尼做？你有啥物资格问我？你遐尔少年，你根本就唔知影发生过啥物代志，我嘛无需要甲你解说啥物。你是恁阿母的囝，你干那听恁阿母的话。我是美娟的阿姨，我嘛干那知影要保护美娟。我无希望你过来搅了美娟的生活。假使你若过来找伊，我就马上带美娟离开这个所在，互你两个人永远拢无法度见面。你想做这么残忍？你倒一台我，莫搁讲。甲恁阿爸杀转来，我无希望搁看到伊。阿姨，杀转去！阮阿母讲了无毋对，你是一个歹查某，你是一个不明就里、无讲道理的人。我感觉美娟真可怜，伊免哪有你这款阿姨。我甲你讲，我甲美娟永远都无可能分开，你嘛永远都无可能将阮拆散。永远都不可能！啥都要问我代志的真相？这多年来，你为什么一点仔拢无改变？真实在有够笑苦，你有够笑苦的！阿姨，你唔是去看下镜，现在是？奇怪，阿姨啊，你答应我，阿姨啊，你永远会记，一世人拢会记。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母，也不过你是我母养大汉，我不准你去离陈建昌做老爸，伊不是你的老爸，伊不是你的老爸。阿姨，快点将你当作是我阿母啊！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去连伊啦。不过你甲我讲这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真无咧，你去做姊妹阿母啦。
法官，你敢会当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你讲。你受伤的代志，敢会当甲你当作无发生过？莫为难阿福啊！你是叫我莫过伊？假使你若会当答应，我就接受这间大厦厝。你要搬入来？好，我叫我律师去处理。我不但袂过伊，该伊的，我会互伊。为你伤心，等你回阮消息。两位小等者，这是黄先生交代我要互恁的是啥物物件？钱。伊是摕钱，阮要创啊啦？这是黄先生要等价店面甲土地的钱，嘛是恁应得，我诚实的。喂，阿姨哦，真是的啊！好好好，我马上就来准备。哈，阿姨，啥电话？因真无卡的啦，讲恁阿姐哦已经放转来啊啦。现在不是在调查呢？哎，先莫问遐济啦，今日要甲火炉提出来，甲火起起吼。哦，好。阿福啊，来，你脚后有一项目甲下过。祖先保庇，好运来，歹运去。哇，歹运吼，到这为止啦。阿姨，你卡面线已经煮好啊，紧去捧出来，互阿福啊食。李官，你去旁边。阿健，加面线。阿福，你卡面线紧食食咧，才会过运。金宝，是毋是今早已经调查出来，啊，一是冤枉的，才放阿一顿？因到底是想啥？因到底有啥目的？阿福，慧日你已经转来厝的啊，已经无代志啊，莫阁想遐多啦。啊，后摆等家代志吼，莫阁插，有听无？阿母啊，你都唔知因那想方哦，一定有啥物阴谋的。凡事哦，伊要害建昌的爸仔囝，啊，凡事要害咱嘛无一定啊，对唔对？阿福，我安尼言多甲你讲遐多，你还阁听无哦？我插伊要害啥人？慧日，你甲我听好清楚，从今以后等家代志，我不准你讲伊插。好啦，准讲爱烦恼吼，互我这个老大人来烦恼就好啊啦。也阁有，你敢知影我去拄着市长？人喺市长嘛甲我讲呢，讲迄个黄财源对因兜是真照顾呢。啊，伊会买迄大厦厝吼，目的嘛是想讲要互淑珍会当阁搬转去厝的大。就准讲啊，伊过去有做啥物唔对，也毋过伊即马反悔，安尼敢配合互伊这个机会啊？